在地消息来看，嘉义县乡村永续发展协会为着要互澎湖已经废掉的学校空间，搁再利用来推广环境教育。因即马是配合理护联盟，甲港技国小就要分校的教师重新改造，互环境教育课程会当伫遮甲大家交流。会让地球暖化，然后呢会破坏自然生存。自然有一些树会枯掉，会死掉。国小的囡仔受到着环境教育的知识。这间教室是嘉义县乡村永续发展协会甲儿童福利联盟做伙改造的日生活永续基地。未来才有环境教育在地产业的课程，要提供予偏乡的囡仔来学习。来认捌在地的食米，我感觉是一个上重要的代志。啊，有咱遮的老师会当甲咱遮的囡仔做一个陪伴，我感觉是一个真无简单，啊嘛是真这个值得去推广的这个课程。每一堂课几乎老师都不一样，啊，有的时候会出去，类似说之前有一次是去拔竹笋，有的时候是做劳作，我觉得这也很好玩。嘉义县乡村永续发展协会活发已经废校的东泉乡港技国小就我分校真侪年，伫遮推动社区的服务。去年开始甲儿童福利联盟合作，毋但提供课程，嘛要互有身体地方来付出的少年人有一个会当发挥的所在。咱的协会过去拢是伫关注伫老人，因为庄脚都无少年囡仔，所以咱为老人开始做。啊，即马咱慢慢儿福联盟入来了，互咱会当开始去做扎根的工作。因为你如果没有年轻人，未来这个地方是不是就会慢慢的有一天是不是会消失？帮助是真好啦吼，啊，搁互一寡遮老人啊，一寡囡仔会当来遮互相大家好做伙安尼交流。乡村永续发展协会指出，这个日生活永续基地，除了是囡仔学习环境教育的新起点，嘛希望伫遮上课的囡仔会当认捌故乡，爱护在地。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